大家好，喺呢段片入面，我哋會教你點樣向房屋申訴專員公署投訴你嘅社會房屋業主。我哋係邊個？咁我哋係邊個呢？房屋申訴專員公署係一個獨立同公正嘅機構，專門負責調查有關對社會房屋業主嘅投訴，包括房屋協會同地方議會，確保租客如你得到公平嘅結果。點解你要嚟我哋度？如果你經過咗對你業主2個階段嘅投訴程序，而你嘅問題仍然仲未解決到，你可以向房屋申訴專員公署作出投訴俾我哋調查。另外，如果你嘅業主對你嘅投訴唔作出回應嘅話，你亦都可以聯絡我哋。點樣作出投訴？你需要清楚話俾我哋知，你認為有咩事出錯，同埋你覺得業主應該點樣去糾正問題。我哋只會係有證據證明你嘅業主對你嘅投訴提供咗最後回應嗰陣，先會考慮投訴進行調查。記錄你嘅問題。有幾種方法可以向房屋申訴專員公署投訴。你可以打電話、發電郵，或者填我哋嘅網上投訴表格。記住提供你嘅資料，有關你嘅業主嘅資料，同埋你之前向佢投訴嘅詳情。如果有需要就跟進。提交證據嗰陣，記得寫低問題係幾時開始，同埋你之前試過嘅任何方法去解決問題。清晰嘅記錄會幫我哋更加有效了解你嘅情況。唔好唔記得你嘅聯絡資料，咁樣我哋可以直接同你跟進。當你提交咗投訴之後，你會收到一個確認，入面有預計幾時會有回覆嘅時間。如果超過咗預計時間仲未有消息，你可以隨時再同我哋確認下。多謝你同我哋一齊採取呢啲步驟。記住，我哋會一直喺度幫你解決任何房屋問題。需要多啲幫助？喺網上聯絡我哋 housing-ombudsman.org.uk， 打電話去0300111300